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咧，佢英文名就叫做 Senasec 啊，中文咧應該係叫做全捷電子科技啦嚇。咁嚟自江蘇嘅，做一個無線傳感嘅一啲即係叫芯片啦嚇。咁當然啦，好受市場所歡迎啦嚇，尤其是喺一個叫做全球咧第三大汽車無線傳感器嚇。喺6月9號上市編號係6675啦嚇。6月9號開始招股，6月12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，上市日係6月17噃。發行價格18個3毫6，入場費3700蚊多啲。集資嘅金額咧就大概9.8個億。由於行業係現時市場喜歡嘅啦，咁同時亦都集資額都唔算大波有機會咧有啲炒作嘅意味喺度嘅。大家有興趣就即管認購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